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迎看5月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去办公室议题，因为今年拄着选举的关系，地方差价风风雨雨，不过回归法律面，起价竟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对此，议员赖慧媛上伫总质询，就要求市府承这2档内总共26亿外的税收，伫幼儿补助等社会福利的建设。虽然担市办公室分3档调升，一摆公告依法就是3档，已经是议会民代抗争，还是市长的行政权得当改变。对此，议员赖慧媛上午透过总质询要请便时，除了希望市府苦民所苦，第3档的变动渴望由评议委员会来评估以外，议员强调，究竟3档内税收是用于倒，纷纷向市府请便。对此，在税局长甲市长拢回应。目前第1档14亿的税收，有11亿外用伫幼儿补助，当中有4亿是私立幼儿园公立化政策，拢是以市政的未来发展为重。台南市收了这么多的一个钱，增加了这么多的一个房屋税收，你要用在社会福利上面，幼儿的社会福利上面。目前一般市民对于房屋税调整，他们的反应就是说非常关心这个用途了，非常关心这个用途，再来怎么办？那么用途就……可是你知道吗，局长，反弹很大跟我们在基层接触到的一些民怨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哈。那在这里我呈现给你的，其实是很多人对这个房屋税的一个涨幅跟调降是不满意的。可是像你讲的，它其实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效力，这3档内底就是无法度改。那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明年新的市长上来的时候，可以针对的这一个增加房屋税不合理的一个政策，我们期待他可以来做一个修正，好不好？房屋税我们一定会用在对市政对台南市的未来的发展有这个帮助的，比如说少子化的改善幼儿的这个津贴等等。好，那第2个就是其实就房屋税来讲，以30坪的大楼的房子，我们的税率纵使调整后还是6都最低。好，我们的几乎是台北、新北跟高雄的6成到7成的这个税金啊，所以其实外界有的误会说，台南市是税率最高，这是一种误解。另外，议员表示，为了避免发生关键执勤时的意外，要求还是新北市所示范推出的区间测速翕相等科技用力执法。对此，市建局表示，只要对保障环境、对人民有利的，因拢会考虑来参考，并是为了告法来告法。电新闻管制林跟蔡宏报道。这会期的总质询主要一个发言的是议长赖美惠。会中议长在于咸水、后壁、白河等大城地区的风情等等优势，要求市府整合特色来发展以外，另外就是要求市府提出少年人回乡打拼的政策来活化地方，创造生机。议长赖美惠以后壁树爱社区甲五米乐社区分别以友情、强路、核酸、金牌、农村为例。强调大城地区不管产业文化，还是观光旅游等地方的风情，拢是一大优势。所以除了希望跨局处整合地方特色来创造区域发展，当中更要求经济发展局积极以创意基地等号召来去少年人回乡打拼，互地方活化。老的有资金要安怎有出口？会当互这少年的来创业。来甲将这经验来甲因的辅导，来互少年家会当伫这个所在来入足。然后少年呢有奋斗打拼的方向甲目标，所以伊会当踮遮定期来生囝、组成家庭、生囝、探亲，这个所在伊敢会阁有活力。望咱政府局会当阁来加油，这个计划要安怎来落实？要安怎样互这个？少年朋友真正是有实质上的一个帮忙，互因有机会
改变着咱目前存在即个生态不平衡的即种的现象，来做一个大的一个改善。今年马年的重点是放在青年怎么去创业创新这块了吼，所以刚才记者讲的最重要是资金啦。所以咱即马这个创业基地将来会有投顾进去他就是说，他如果发掘到他所开发的技术商品很好的话，以创投对基本，安尼是以资金的部分问题。当然有些人是辅导他去借钱，但是年轻人借钱会怕怕的。最好就是有创投来看到你，锁定到你，把资金放在你的身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在这个基地会有一个制度，叫做经理人的制度。这些人有一个经理人，该协助边引导他去研究，然后再去帮他找资金，甚至帮他写proposal去找创投来跟他压在他身上，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哈。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个创新基地的可以完成以后呢，能够带动整个大兴人地区的年轻人投入在这一块。议长进一步表示，目前溪坝有交通运输转运站、有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有中性野区的中华等重大建设，加上17日线的拓宽、农村铁路型的推广、大兴营自行车道的串联，甲后壁乌树林农场将筹备台湾3部曲的拍片计划，相信就是拒绝溪坝被边缘化。电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全国第一套智慧路边停车的记费系统适合伫台南启动，上午市府甲宏基智通公司正式签约，预计一档内投入3亿，伫停车的热区设立2000位的智慧停车格位，到时停车缴费买当就地来入卡一摆完成。经过一档外试办，市府适合中道甲宏基智通公司签订智慧停车记费系统 BOT 案。这摆智慧停车委外经营是全台湾规模上大，毛宏基创办人施正荣特别出席记者会，希望借着甲市府合作机会，将智慧停车系统出口到全世界。这个案子我们在年初拿到世界资通信大会里面，就已经得到了创新杰出创新奖，表示这个是全世界大家都期望的。那台湾如果能够率先用 BOT 真正是落实到每天，很快大家能看得到的话，而且这个东西跟技术的进步跟一般不同的东西，是越用越精进，它不断的是在演进的东西。那我们绝对有机会有这个规模，能够在领先全世界。也因此呢，我们就有整案输出的机会，这个是服务业，不是制造业，是服务为主的。服务业的国际化是台湾产业发展的很大的空间。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创造双赢的一个设施哈。第一个，完全政府没有出资，是由我们宏基集团大概出资预估有3亿左右的一个投资哈。那么第二个，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加最佳的、更方便、更科技化的一个服务，也让这个城市，我们台南文化古都，也跟智慧城市能够兼具这样兼具传统跟现代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让市民的服务更加的优质、更加的快速。那第三个，也可以兼具产业的发展，让台湾这个非常的扎实的科技的硬体的一个产业，能够现在变成是整体的输出。我们希望将来透过这样的机制，我们台湾在智慧停车方面能够值世界的领先。这套路边停车系统将伫一档内分别伫中西区、东区、甲安平区等停车的热区设立2000处智慧停车格位，其中装有镜头的智慧车条，将记录车牌甲计算停车的时间，并且将相关数据上云端提供多元付费的功能。主要提供民众智慧方便的停车环境，卖让弥补现在收费员人力不足的状况。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湾里地区的企业家苏天才当初为了感念父亲苏兆英，所以40几年前的捐钱来兴建2站楼高的纪念图书馆和成功国小。不过现在因为结构安全加使用上有安全的顾虑，最近拍算拆除。对出学校嘛，准备一系列课程加活动，要向图书馆讲再见。这栋已经有40几年历史的潮龙馆，是湾里地区的企业家苏天才
为了纪念伊的爸爸苏朝荣伫民国62年捐款建设的，嘛是台南市第一座私人捐款予国小使用的图书馆。但是最近可能有安全的问题，校方嘛准备将伊拆除。3号下晡，校方特别举办向图书馆爷爷说再见活动，小朋友以卡片、图画感谢图书馆阿公陪因做伙阅读。苏天才先生他捐赠的这一座台南市第一座由私人独资捐赠的这样的一座图书馆给学校来使用。因为已经40几年了，所以在整个的结构的安全各方面有一些疑虑，那我们今天也申请到了经费，要来拆除整地。那为了要让孩子知道这一栋具有历史意义跟教育意义的一栋建物它算是功成身退功成身退，所以我们透过教育的活动，我们也编了课程。让孩子透过这些教育活动，能够对于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情操有更深入的体验，让我们的孩子从生活当中逐一的来履行自己的一些生活的规准。校方表示，拆除过后会暂时先规划做绿地，未来希望新的图书馆会使建设成为4楼馆的建筑，连这2栋校舍，让小朋友更较好的使用空间。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认定石鼓文创园区陆续推出真侪新型的游戏和废弃的糖厂等现新的风貌。一摆因对荷兰引进雷射庆典的体验设施，让游客享受逼真刺激的庆典。即摆带大家做来看卖。这场刺激的庆典是石鼓文创园区所引进的镭射枪战体验，由荷兰所引进的镭射枪，和穿咧枪战背心、甲钢盔安全帽的玩家，就亲像咧耍真正的射击游戏，运用当场的空间，打造出紧张刺激的战地效果。民众会使甲朋友组队参加，嘛会使现场甲无熟悉的人做伙挑战，一届会使有上侪20位民众参加。游戏当中，唔来避免互敌人射到，嘛会设立队友的物色。刺激的体验嘛，互游客拢耍了非常的欢喜。蛮刺激的，就是很像跟电脑游戏，就是实体的电脑游戏。对，而且玩起来还蛮累的。对，因为它虽然场地不大，可是爬来爬去、跑来跑去，其实也真的蛮累的，比玩电脑游戏还要有真实感。对。那之后你们还会想要再来玩吗？会，而且真的还蛮像运动的，流蛮多汗的。石鼓文创这几年除了推广保育，并运用废弃的糖厂，打造侪吸引少年人的设施，希望透过安尼的方式，让少年人认识100年的糖厂历史。我们石鼓所推出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要去活化我们的糖厂，然后这个东西是可能会比较吸引年轻人来玩，那就是要让年轻人来了解说我们以前我们台湾的糖业然后我们糖厂的一个文化，所以说能在这个100年糖厂的一个这个布景里面来玩这个枪战。
绝对比在我们玩 VR 啊、玩所谓的手游这一类的东西更有真实感，然后还借着这个活动来认识糖厂里面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文化。现在只要购买门票，就使免费体验。最近嘛推出冠军赢家吃鸡排的活动，5月底进前参加体验的团队，总人数10个人以上，设定分数上悬的人，就使领出1份鸡排。想要体验刺激抢钱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感情一直是个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其中伫头壳颔骨的部位就占男性癌症的第4位。对此，全民健保伫去年1月1号就特别将其中转移性的表靶药物治疗纳入给付，希望大大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根据台湾癌症登记报告，有6成以上的头颈癌患者伫诊断时往往拢是第4期，需要合并外科手术、放射线加化学治疗才会当控制。但是有2%到10%的人会发生癌症的转移，对着治疗加经济来讲，负担拢相当的大。不过健保局伫去年1月1号开始，对着转移性的头颈癌表靶药物治疗已经纳入健保给付。相对过去治疗亭需要20几万来讲，大大降低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一旦发生转移或者是复发，而且是无法再做局部处理的时候，那在以往的治疗选择上相当受限。那事实上，标靶药物这样的一个搭配跟化学治疗合并使用，可以延长病人的控制的时间，然后增加治疗反应率。这件事情事实上在2008年就已经确定了。但是在健保的制度之下，事实上一直到去年年初开始，我们的病友才有办法在健保的给付之下，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标准这样子。所以刚好利用这次的机会，稍微跟所有的大家稍微报告一下，说事实上，如果这方面的病友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事实上标靶药物上在健保的给付上已经是得到它的一个帮忙了这样。医生也提醒，头颈癌主要危险因素是食薰、啉酒加食槟榔，而且同时有这3种习惯人，竟有高达123倍得病机会。所以政府嘛将对30岁以上有食薰、食槟榔的民众提供2档1摆口腔检查，期待当提早发现、提早治疗。今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经过统计，不少民众拢患有心律不整，对10几岁到老人拢有，而且医生表示，除了1/3患者是甲压力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的问题、甲其他器官的疾病所引起。所以，基比中医嘛开办特别门诊，透过整体调理，让6成以上患者病情稳定。心律不整是一种常常看到的症头，症头较轻的可能会胸腔杂杂、心悸无爽快，影响日常生活。较严重的可能会心脏衰竭、猝死等。在中医方面来讲，造成心律不整的原因可能是心脏的疾病，也有可能是其他器官的疾病影响心脏。基比中医开设心律不整特别门诊，已经治疗超过250位病人，6成以上的病情拢真稳定。心律不整，它对身体的影响，最轻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那到轻微的头晕胸闷、心脏跳动的比较大力，那严重的病人他可能会休克，那突然间的猝死，这个也有可能。所以从最轻到最重，那这个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症状。中医我们会用调和五脏气血平衡来治疗心律不整，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病人他是心肺相关，有些病人他是心跟肾的相关。有的心跟肝的相关，那这样子它是属于一个整体性的调理。我们认为说，把肝、心、脾、肺、肾五脏气血都调理平衡之后，很大一部分的心律不整，它就可以跟着稳定下来。这个是中医在调理心律不整的特点。47岁的林姓心律不整的问题已经要10年啊，一开始使用西药拢无改善。来到基比的中医部，经过4个月的调理，目前的病情拢真稳定，拢无在发作。现在5年的西药了啊，可是效果都越来越严重。想说看看有没有别的治疗方式。我是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奇美的成功案例，我就来找许部长了。结果
他就把我这个问题治愈了。谢谢许部长。医生嘛建议心律不整的患者日常运动会使拍太极拳、甲平甩杠等运动，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减少心脏的负担。医生嘛提醒，完整的检查、评估甲核实的方式，是处理心律不整上好的方法。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迎接后个月5日节，各大餐饮饭店陆续推出应景的5日粽，要互民众提早预订。其中，大日子酒店今年特别推出顶级的包喜粽，加健康素食的红米粽等新口味，搭配保温的茶仔，让大家大大的满足。每一档5日节应景的粽，嘛是5000间饭店顺应消费者的需求，一定会提供服务。业者表示，今年除了保持每一档拢热卖广东粽，也特别推出有包喜粽，用贵粒的包喜加上莲子、松露等顶级的食材。另外，就是采用健康养生的红米、南上菇类等新口味，不管炒的还是素食，拢会当食。希望用多元创新来吸引消费者。大家对大义励志的果珍粽一直以来支持。我们今年除了说传统的港式果珍粽以外呢，我们另外再加了几个开发一些不同新的元素。那包括说我们的莲子，我们鲍鱼的一个粽子，还有再加上现在很夯的元素一个红藜米啊，金丝红藜再加上菌菇。那这个就是说素食也可以来食用的。啊，那我们甜的、咸的都有。那在这一档呢，我们很开心的，只要你订购20组呢，我们就回馈给大家，原价1480，现在999而已。那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今年大义励志为大家呈现的一个粽子礼。业者表示，其实现在各种的物料连涨鱼啊价小拢起，叫卖讲人力的成本竟是上涨。不过因为是应景的产品，所以超出的成本拢是家己吸收。而且每一组1480块价销，现在预订优惠737只要1000多块，所以自营送礼拢真适合。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各位适合中嘉台湾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